肺癌已经真做是新的国病，连续19档拢是国人10大癌症死亡的头名。早起有医界个中医医师个朋友团体，因着做伙呼吁政府应该要比较实行观念，来成立国家级的肺癌防治的办公室。 只要透过这个细胞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，简单叫做 LDCT， 就会当量早发现肺癌患者。不过医界认为安尼也无够，体检了后，阳性个案追踪加转介，参确诊后续医疗照顾加防治，有关需要跨部会整合，好让政府成立完整的国家级肺癌防治办公室。精准治疗看的就是说，这个病人有没有基因的突变，他适不适合做免疫治疗。 它只要有特殊的基因突变，有相对应的这个标靶治疗，这就是我们希望政府健保署可以考虑。医界表示，肺癌已经是新国病，连续19年加做咱国民众10大癌症死因头号杀手。去年因为肺癌死亡有100项华人，进一步分析发现，国内肺癌患者有7成是肺腺癌，而且其中有7成是无部分的癌友。大体注意的是，平均每2个肺癌个案都有1个，一旦发现已经是晚期第4期，5年的存活率只有剩1成，所以呼吁健保加速给付肺癌晚期的先药治疗，来提升存活率。每个月15万，1年乘以12嘛，到180万。这个对即使相当有钱的也会喊吃不消。如果真的这样子，对于我们的效率可以提升的话，好，对整个工作推动有帮助的话，那这部分我们是会考虑的。 那健保署强调，会加速新药纳保，搁成立专职办公室。每年新药经费包括暂时性支付达到60亿，未来也唔忙额外预算成立癌症新药基金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